大家好，我唔係車商，我係車窗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關於一啲 Mini 嘅故事仔。Mini 電動車發佈咗啦，價錢唔係好貴喎，189800，可能都打中你嘅心坎。但係其實呢一部雙門嘅 Mini 喺外國咧已經係出咗一個油車版嘅。咁啊，而家僅存喺中國新款嘅 Mini， 要麼就呢隻電動嘅 Mini 啦，要麼咧就4門版嘅 Countryman， 而且淨係得 JCW， 落好晒地40大幾萬都真係唔平噶。Mini 電動化咧大勢所趨嘅，因為兩門版最能表達 Mini 嘅一個性格 DNA 嘅車喺國內依家只有電動車，汽油版外國有嘅，引唔引進冇人知。手上面嘅油版車將會係絕版嘅 Mini 汽油車。其實 Mini 喺1959年到依家已經係65歲啦。咁但係正式進入到中國銷售，又或者係進入我哋大眾嘅眼界呢，昂斗嗰部就唔計啦，嗰啲奧斯丁，我哋應該係從2003年開始，因為呢個時候寶馬已經係收購咗 Mini， 並出咗寶馬 Mini 嘅第一款車，就係嘅 R50。R50 雙門嘅硬頂 ，R52 雙門嘅敞篷軟頂，仲有一個 R53就係硬頂嘅 Coupe S 版本。到後尾第二代就有 R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嗱，咁啊再到就已經叫 F 底盤啦，再到依家最新嘅就係電氣化。我哋今日咧就介紹下第一代嘅 Mini。首先係呢台小黃人啊，我哋叫鬼馬王巴士。咁呢一款車咧其實係前期版嘅，03年到06年之間推出。咁呢一台就係04年嘅。咁啊04年嘅前期版咧，佢改咗前後包圍，前後包圍咧係改咗呢一個後期版嘅包圍，所以望落去啊就有啲過癮嘅。咁啊呢台車咧車主嗱，我哋係粵 A 車嘅，舊年就買翻嚟，講真係一部 C 柱有修復嘅事故車。買部車咧好似係3萬零蚊。買翻嚟之後，全車噴漆、內外整備、發動機、波箱、內飾嗰啲全部都執過晒，又使咗3萬零蚊。咁啊，依家咧佢就話好似係要賣出嚟啦，就想賣翻個整備費嘅啫。咁啊，呢一部綠色嘅 R52咧，亦都係粵 A 嘅。呢台車咧就已經係賣咗俾一個30萬小紅書粉絲嘅一個博主，女博主嚟嘅，一個穿搭嘅 up 主，都好開心嘅，因為咧呢部車遇啱咗一個對嘅車主啦。好似龍咁威話齋，呢啲車買翻嚟就係襯衫咁，凸顯咗 Mini 可以好個性、好百變嘅形象。再到身邊呢一部藍色啦，我哋一直講 Mini 其實係一台小鋼炮，其實就從呢一台車開始，同偷天換日入邊嘅藍咧係差唔多色嘅。好多人認識 R50咧，亦都係從偷天換日嗰度戲開始嘅。而呢一台比 R50、R52要更加強，佢叫 R53，係屬於一個 Coupe S 性能版嘅型號。依家嘅 Mini 咧 2.0T 啦，再我哋嗰代 R56咧就1.6T 啦，咁而呢一代咧就係1.6 Supercharge 機械增壓嘅。今日咧我哋上路試咗一下，哇！踩到4000轉、3000轉嗰啲貓叫聲，哇！真係令你熱血澎湃嘅。呢一台車佢係經過一個叫做賽化啦或者競技化嘅改裝 ，Coupe S R53 機增嘅機波電已經係價值不菲，頂住一部 R56嘅價錢噶啦。呢一套 Link BBS 復古 Link 堅嘢嚟噶吓，又係講緊1萬大幾，惠圖嘅2045 16寸半熱熔 V0 熱胎 Recaro， 我唔知叫咩型號嘅凳，但係呢張凳傳聞好似都要過皮嘢，車身漆裏裏外外做過，再裝埋呢一個 JCW 嘅側裙，又1萬大幾，仲有啲見唔到嘅地方，剎車佢冇改，但係避震，全新喺德國訂翻嚟嘅 Bilstein B16，又係1萬大幾，加埋已經係超過呢部車本身唔知幾多倍嘅價值。所以好多時候有啲人見到我哋發啲情懷車、油車，哇好 out 啦！呢家電車時代仲玩油車，一啲都唔智能，仲要食油，仲要成日整，係嘛？呢啲成20年嘅車仲唔整到你嘔血？唔好意思，油我加得起，車我都整得起，時間我都耗得起。我就係中意呢部車，我就係有條件去玩。仲有呢一台咧，就卡文自己嘅心水車啦。R50手波版，手波係自己改嘅，因為當時呢一隻機頭1.6自吸真係弱雞。我之前嘅視頻都講過，我就係嫌部 R52自吸弱雞，我先買嘅啫嘛。咁所以想提升動力啊，除咗好富貴嘅換機增之外咧，比較經濟啲就係改個手波。佢唔會慳油嘅，因為轉數成日都拉好高，但係佢成個動力輸出咧就會比原廠嘅 CVT 會順好多，亦都會直接好多。手波就勁過 S， 呢句話我講嘅。而家睇下啲行李架嗱，已經俾人點咗上認到噶啦。嗱，仲有呢啲拉花啊，呢隻 Link 同埋佢嘅駕駛風格咧，已經俾人點晒上噶啦。以上就係呢4部喺我哋鋪頭入邊嘅 R 系列第一代嘅 Mini 車型，你又中意邊一台啊？咁新出嘅 Mini 已經係電車啦，你手上嘅汽油版仲會唔會留落去啊？評論話我知，傾下偈。快點關注我吧！